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OPT 跟 H1B 工作签证。娃娃 TV。那什么是 OPT 呢？OPT 的全名是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， 选择性实习训练。这是美国移民局提供给留学生的一项福利，也是 F1 学生身份转换成 H1B 工作签证的一个跳板。F1 签证的学生呢，在毕业之后呢，可以以实习的名义留在美国工作，但为期只有1年。理工科，也就是 STEM 类的科系呢，可以申请延长24个月，也就是可以拥有3年的 OPT 时间。那在这段 OPT 的时间呢，你可以在美国合法的工作，可以为任何一家公司服务，但必须是要跟你就读科系相关的工作。那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呢？一般来说，只要你在美国完成至少1年的学业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申请了。那 OPT 呢，又分为 Pre-Completion OPT 跟 Post-Completion OPT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毕业前的 OPT 跟毕业后的 OPT。那 OPT 呢，每个学位呢，最多只能申请1次，为期12个月。所以不管你是申请哪一种 OPT 呢，都一样只有12个月的时间。如果你是在就学中申请 Pre-Completion OPT 的话，那你只能做兼职 part-time 的工作。因为 Pre-Completion OPT 呢，有规定每周工作的时间呢，不能超过20个小时。而这个 Pre-Completion OPT 呢，也是算在你 OPT 的总时间里面的。所以为了不缩短自己毕业之后的工作时间，大部分人呢都会选择毕业之后呢，再来申请 Post-Completion OPT 来做全职的工作。那 OPT 的申请时间呢，就大概是在你毕业前的90天到你毕业之后的60天之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在毕业后的60天都没有提出 OPT 的申请的话呢，那么你就失去合法居留在美国的身份，而必须离开美国了。那在这12个月的 OPT 中呢，失业的时间呢也不能累积超过90天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申请 OPT 之前呢都没有找到工作，那么你申请 OPT 之后呢，还有90天的机会可以找工作。那如果你在90天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呢，那你就必须要离开美国了。这样说好了，你在毕业之前呢就应该要开始积极找工作了。如果可以在毕业之前就找到工作的话呢，那当然是最好了。如果你在毕业之前找不到工作的话呢，那么你就需要利用你在毕业之后那段准备离境或者是申请 OPT 的那6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。因为 OPT 的开始时间是可以自己控制的，所以你可以选择在毕业后的第60天才开始。如果你不 OPT 的话呢，那你就必须要在60天内离开美国。那在 OPT 开始之后呢，如果你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呢，那你还有90天的失业时间可以继续找工作。如果90天之后还是找不到工作的话呢，那代表美国不适合你，你只能离开了。其实 OPT 呢，就是学生身份到工作身份的一个过渡阶段。在 OPT 期间呢，学生仍然还是可以保留自己 F1 学生签证的身份，但必须要在自己毕业之后的60天内申请到 OPT。那在 OPT 期间，如果你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而且公司愿意帮你申请工作签证的话呢，那么你就有机会可以转换成 H1B 工作签证。但要转成 H1B 之前呢，还有一关需要过，那就是抽签。美国政府呢，每年只发放给85000人工作签证，而每年的申请人数呢都超过配额，所以是需要抽签的。如果你的1年 OPT 结束之后呢，你没有抽到 H1B 的话，那么你也是需要离开的，不然呢就只能选择继续深造了。等你念完硕士之后呢，你还有一次 OPT 的机会；等你念完博士之后呢，你还有另一次 OPT 的机会。那如果你真的这么衰，所有学位都被你读完，你还是没有抽到 H1B 的话，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再申请了，那你也就只能认命离开了。那其实 H1B 也不是一定要抽签啦，有一种方法是不需要抽签就能得到工作签证的，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。那就是如果你的公司呢是非营利性机构或者是政府机构的话，那么你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抽签了。不过也不是所有的非营利性机构都符合要求，那些非营利性机构呢必须要证明他们的基本活动主要是为了研究、高等教育或者是直接为高等教育机构做出贡献的机构才可以。这种呢叫做 Cap Exempt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去查查看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次的 OPT 跟 H1B。如果你喜欢或者是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帮我follow、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